路加福音第15章，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，要聽他講道。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：這個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們吃飯。耶穌就用比喻說：你們中間誰有100隻羊，失去一隻，不把這99隻撇在曠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裏，就請朋友鄰舍來，對他們說：我失去的羊已經找着了，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。我告訴你們，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，較比為99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。或是一個婦人有10塊錢，若失落一塊，豈不點上燈，打掃屋子，細細地找，直到找着嗎？找着了，就請朋友鄰舍來，對他們說：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着了，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。我告訴你們，一個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。耶穌又說：一個人有2個兒子，小兒子對父親說：父親，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。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。過了不多幾日，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，往遠方去了，在那裏任意放蕩，浪費資財，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饑荒，就窮苦起來，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。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，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，也沒有人給他。他醒悟過來，就說：我父親有多少的僱工，口糧有餘，我倒在這裏餓死嗎？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，向他說：父親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，把我當作一個僱工吧。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。相離還遠，他父親看見，就動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頸項，連連與他親嘴。兒子說：父親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。父親卻吩咐僕人說：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，把鞋穿在他腳上，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。我們可以吃喝快樂，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們就快樂起來。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，他回來離家不遠，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，便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什麼事。僕人說：你兄弟來了，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地回來，把肥牛犢宰了。大兒子卻生氣，不肯進去。他父親就出來勸他。他對父親說：我服侍你這多年，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。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。他一來了，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。父親對他說：兒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。